讲到今仔日是正月初三，已经有民众提早上北路。即早起9点过后呢，即高速公路的车就变较济啊。公共局也预测讲，今仔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，也是过年连假交通量上介济的一天。来讲就这天气的部分呢，今仔日开始这南方云系刷向北边，早起西半部地区已经伫咧落雨啊。 在其他良好天气就要结束啊！去行顺赏樱花，这个初三开始，得到南方的云系向北边刷了，各地拢会转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。自初四开始，方面挖过来，北部、东北部也个东部地区雨会较明显。2月3号初六开工即天，有带着冷气团的来，温度会感觉真明显，拢变做湿加冷。下一波的冷空气从下礼拜一开始，那最冷的时间点可能会是在礼拜2的清晨，或者是礼拜3的清晨。那这一波北部跟宜兰的这个地区，可能在台北站这个点，温度会是在11度左右。那在空旷地区也可能会低个1到2度，所以也会有部分地区有低于10度以下的这个状况发生。 春节假期就即要结束，每一条国道自早起9点开始就出现上北的车流。我中昼时阵，国道5号头城到平下，国道1号中华保险系统，也个北部的都会区有一寡路段是速度降到40公里以下的红色路况。初三是北上的车流会有比较多的情况哦。我们注意到今天北上的部分，国1苗栗到湖口，国3关西到大溪，都是在今天的傍晚左右会开始会有大量的车流出现。 另外，伫省道部分，公路局讲，正月初三出去耍，甲提前要登去上班的车难做伙。拥挤塞车的路段包括快速公路连接国道的路段，也有黄金区的附近。另外，伫第14干线延丰到第5岭的路段，因为路面结冰积雪，限定然后有挂细电的车才能行，并且看情形做机动的调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